王，万主之主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荣耀，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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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荣耀，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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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麦克风实验，1、2、3，1、2，监听可以给我再大声一点。1、2、3，1、2、3，1、2、3。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咱上帝。那个祷告的部分，最前面有吗？祷告会的部分咱彼此伫遮来照讲，上帝稳定到业你用，甲你的四周围啦，然后讲上帝稳定到业你用。来，甲你的手照下来。来，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荣耀，哈利路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荣耀，哈利路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荣耀，哈利路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荣耀，哈利路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荣耀，哈利路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平安的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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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哈利路亚！咱拍盘归荣耀咱的主，咱要献上咱的感谢。也承认咱有软弱的时，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义，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
摇化阮因家己的罪恶，甲阮的列祖的罪恶，因为阮得罪你。咱要做伙来感谢吼，感谢上帝，特别也有所有姊妹这个家属吼，因今日来到咱中间也感谢，讲从对头到尾，上帝拢真疼痛看顾，互整个别的事项拢真顺遂，所以咱会通开始来感谢，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求上帝来赦免咱一寡人生所做亏欠软弱，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阮何乐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了阮每一天所过，为主你同在，为主你回来，我就感谢祈祷，哈利路亚。万主来说感谢，互阮会通清楚知影你是恩典的主，你是赐福气满满主，你是万万人的救主，愿上帝所满满就来中间，愿主的心充满甲万啥同在。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教育阮用，伫昨对透早到暗时，你的恩典无离开所有姊妹一切的为主，互整个个别的事项看见上帝你的同在。阮也对个信仰看见水的信仰，愿主你所有这囝儿孙，犹原会通有福气来得到主上帝你救恩。阮也奉你的名来祝福，互阮每一天充满恩典，检测有顺境，检测也有逆境，总是主你所想出的困难到业，帮助阮的智慧来过阮人生的道路，行伫主你恩典要祝福的道路顶面。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也这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用做话来宣告讲：主啊，你所做的万邦，拢要来拍败伫你的面前，因也要荣光你的名，因为你最大，搁行奇妙的事。就你是上帝，咱要做伙来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祝福来祈祷。最近你毋知有去预约这3倍券啊无？哦，未啦吼，迄个超商吼，即马第2期拢会当你健保卡甲插去吼，电话甲输入吼，伊就走一张出来，你就摕1000吼，伊一张纸互你，7月15。也是7月22开始，你就会通去领3000哦。安尼政府互你几千？2000安尼啊，毋是2银啦吼。咱感谢上帝，互咱的政府、咱的执政的有智慧，互这个土地是喜乐的土地，互这个百姓是喜乐的百姓吼。所以伫咱面对对岸的威胁。咱恳求上帝保护台湾的安全。咱面对瘟疫的一个这个传染，求主也保守看全世界吼，台湾即马是算上平安、上福气的一个所在吼。咱继续为着这个土地来祈祷吼，咱开声来祈祷。愿用你名来祝福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国家，愿上帝你来祝福帮助，互阮会通伫遮安居乐业。愿为着这个城市来祝福，互阮的百姓是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福望。主，你是平安的主，平安的王，你保守台湾免受到对敌的侵略。愿主你家己伫遮来帮助阮，互阮会通过一个平安幸福的人生。主所叫阮常同在。主，阮要为着这个土地来祝福，为着这个掌权的甲在野的来祝福。无论是
执政的在野的，拢会通同心合意，为着即块土地来拍拼，互即块土地百姓有五望、有平安，甲有福气。愿上帝你的救恩临到伫台湾全地，虽然有外面的威胁，内部侪遮的对立，你来就是要互人甲上帝，互人甲人和好的上帝，和好的主。祝福，互阮的执政长官有智慧敬畏你，所做的政策会当互百姓安居乐业。愿主祝福，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也要为着咱的需要，你若伫心灵的部分需要祝福念伊，会当为着你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主要我讲，我要本身养饲我的羊，互因倒地困。失落的，我要找伊；受赶逐的，我要带伊倒来；受伤的，我要抱伊；破病的，我要医治伊；肚肚肥的、痒的，我要治愈伊；也要平公养饲因。咱为着心灵，就是咱可能身躯、心灵，也是咱的侪项。需要咱为着这来祈祷，婚姻感情产业要得到上帝祝福，囝儿后代的，咱恳求上帝来赏赐。伫疫情的影响，咱也看见经济工作拢会受影响，求上帝来引带。7月初8也有这个放榜，咱看见讲有的人理想的学校，有的人检测无达到伊的这个心意。所以咱为着遮个囡仔、青年来祝福，人甲人的中间需要有和好，上帝听伫咱中间彼此会当相听吼。那伫即几方面，你若有需要伫身躯的病痛，伫头面，你若有需要，你人徛起来，同工的为着恁伫遮来祝福来祈祷吼。咱开声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会当原地徛起来吼。咱来为着你的身躯，你也会当手按伫你病痛的所在。求上帝医治你的病痛哦。主耶稣你来，就是要互人得到活命，并且是得到更较丰丰富富、健健康康的活命。主你呼召阮讲，既然劳苦有重担的，就通就近你。你要互阮得到安息，病痛的你要医治。愿主来祝福你医治的权能充满，你的供应够也有春，你也引带阮行伫迄个顺遂的道路。伫坎坷恶行的道路顶面，伸出你慈爱的双手来牵阮，互阮经过苦境，会当看见上帝你要赐福的顺境。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日礼拜，甲咱整个一礼拜咱的侍奉咱的礼拜来祈祷，咱做用主的话出来宣告。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恩、祝谢，替这个王甲拢总的官府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严正来过日。这是好，搁得到接咱伫救咱的上帝的面前。所以咱也为着这块土地，为着这百姓来做来祈祷。圣经讲，咱会通安居乐业啦，咱若无为着这执政的长官的祈祷咱就歹过日安尼所以咱常常学老祈祷上帝特别祝福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咱对7月20开始有囡仔的夏令营，
已经拢无名额吼，啊，佮有遮40-50个青少年来做志工，咱需要有啥物？需要有煮爱餐的服务的遮采买，遮的童工做伙来参与，或者囡仔安怎，因会通快快乐乐伫遮学习，会通入捌上帝恩典。10月25。咱教会55周年已经有决定伫宝燕的餐厅要来举行感恩礼拜甲布道会，咱恳求上帝透过今仔日的筹备会，会通顺序来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来进行。暑假囡仔会出入，伊个因无受到外面的即个歹来诱惑，咱也为着灵命更新的即个事工，就是要帮助咱，互咱的心灵会通甲主上帝连线。互咱会通更较侪会遮领受你正面的思想、稳定看法，咱做伙起立，咱伫遮来祈祷来祝福。哈利路亚。主耶稣，阮邀请你伫礼拜中间来做主，感纳阮对你的敬拜，阮的唱歌、学乐、感谢，拢献上伫你的面前。你也所恩典满满伫阮中间，也阮伫礼拜中间感受到你的同在。你是阮祝福，互囡仔追求你的人，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你拢要属因。阮若要同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阮做伙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归荣光伫上帝。我心要学乐耶和华，因为时阵拢会欢歌，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心要学乐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大叫阮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要受伤，我当羔羊，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歌唱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心要学乐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我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带叫阮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受伤，我当羔羊，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歌唱。
赞美上帝。阿门，请坐。上帝赐平安的力量，告诉福气的咱中间，将灾难关离开，稳定的门大开，为着咱徛起美丽的所在，将福气。平安，感谢你赐福气，因带阮勇敢向前行。上帝赐平安的力量，告诉福气的咱中间，将灾难。为着咱徛起美丽的所在，将福气赐予咱，将咱带离开试探，魔鬼设的陷阱，咱拢安然过。我看领主上帝，我要上早学落你过去的。平安，感谢你赐福气，因带阮勇敢向前行。阮上帝的稳定，永远充满阮心意，替阮天平天使，甲阮当学路，我看领主上帝。上早学落你，将来的岁月，我犹原对你。感谢你赐平安，感谢你赐福气，因带阮勇敢向前行。我上帝的稳定，永远充。阮是你，替阮天平天使，甲阮当学路，我看领主上帝，我要上早学落你，将来的岁月，我犹原对你。感谢你赐平安，感谢你赐福气。勇敢向前行。我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个土地的心，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个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
尊他无算，总是一个土地的事，永远搁唔捌你，求你予我一我的意会，来传扬的情义，愿你的无感应，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名来引传，多多甲你当心当行，愿你的无感应，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名来引传，多多为你来活。愿你的国家名，愿你的国家名，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名来引传，多多甲你当心当行，愿你的国家名，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名来引传，多多为你来活。愿你的国家名，愿你的国家名，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名来引传，多多甲你当心当行，愿你的国家名，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名来引传，多多为你来活。圣神，请帮赞我。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名来引传，多多为你来活。主愿同心自责伫你面前，愿你的国降临伫地，亲像伫天里。你天顶的美好，天顶的福气，阮期待伫地面上，嘛会通经历。透过阮同心合意的祈祷甲敬拜，互你的恩典对你的宝座赐落。想赐阮一粒较无你的心。当阮还未认捌你的时阵，阮无法度伫遮好好来敬拜，认捌你是独一的真神，万有的主，一切资源拢伫你的手头。当阮若敬畏你，阮就知影讲，无论大小，你拢要赐福。帮助阮伫这个礼拜，透过主上帝你的话，兄弟姊妹彼此的安慰、扶持甲关怀。互阮会通行伫主你幸福稳定的道路，所下面的时间看见你的同在，互阮的心较无有你的永远救恩，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就是要请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正是第305首，请咱起立305首。
着同心来祈祷。我要全心感谢你，伫正神明的面前唱歌称赞你。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来学乐你的名，因为你的话来要超越一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把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所做，你嘛拢知。因为安尼，阮有一暗静的过失，你拢看会到。感谢主你，因为你家己诚做人，就是阮耶稣基督的降生，甲第十架顶的救赎，阮能透过伊来搁一摆甲你相合。阮这个时阵坦然徛伫你面前来敬拜在主你，这是你互阮的恩典。主这个时阵，阮也知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要成做福音的出口。特别你互阮已经起做55年久，过去阮信仰的长辈，因怎样来持守你的教示，互你教会成做桃园这个土地的祝福。主，阮煞接这个事工，阮要甲你所建调的牧者团队三甲做伙，而再搁一摆来空看上帝你的国度，互阮桃园这个乡亲，因为阮来得到福气，愿意阮有机会听去主你的救恩，互阮桃园所在成做你所祝福的一块土地。主这个时阵，你互阮有一爱阮学习，怎哩甲你有好的交陪，每一日的灵修，每一日的祈祷，每一日的关怀，拢会当甲你三甲做伙。你的救恩要来祝福伫阮每一个人身上。主这个时阵，也求你安静阮的心，阮听见主你要对阮讲话，互你的罗卜所出的话，诚做阮的帮助，也诚做阮的安慰。阮安尼祈祷，拢上到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门。有主的名，让我祈祷。唱对。就是咱要三甲来启应。启应文就是圣诗后面启应文第23、第4篇到16篇所出，咱要三甲来启应。要对上主唱新的歌，要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就将上主应该得到的荣耀归乎伊，就诚心结做礼服敬拜上主。一声就对万国宣布上主最王，世间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
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啊！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就是要请平安市长上来学了上帝，何必担心？咱甲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6章，第16节来看到40节。咱用无共款的版本，咱甲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第16节。有一日，阮要去祈祷的所在，有着一个互八卦的神附身的查某罗莉。依靠占卜，互主人趁真侪钱。伊缀伫保罗甲阮后面，大声喊：这个人是至权上帝的奴仆，伊要对恁宣布得救的道理。伊真侪日拢安尼喊，保罗感觉真讨厌，就压倒去甲迄个邪神讲。我奉基督耶稣的名命令你，
对伊出去，邪神随时对伊出去。第10到90节，查某罗卜的主人看到因趁钱的愿望拢无去，就甲保罗甲西拉扣着，派因去市中心见官员，甲互罗马官长控告，讲这个人来伫扰乱咱的城，因是犹太人，这团咱罗马人唔应该接受，也是遵守的风俗习惯。军长要来攻击，官长就把保罗甲西拉的衫，命令人用棍仔甲因讲，并且甲因讲真侪下了后，甲因关落家，命令各家的严密看固守，各家的就接到命令，就甲因落伫内家，双脚扣着柴裤。第25节，差不多半暝，保罗甲西拉伫祈祷，吟诗学了上帝，其他的犯人拢注意伫听。忽然有大地动，地到监角的地基摇颤，所有的关门随时开，犯人的锁链落落去，各家的人醒起来，看到家门开开，想讲犯人拢逃走，就爬倒要自杀。保罗大声喊：唔通伤害家己，愿拢伫遮。29节，各家人叫人夜顶来撞落去，皮皮带伫保罗甲西拉的骹前，然后带因出去问讲：先生，我着做啥物，才会当得到救？因讲：若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就会得到救。因就将主的道理讲互因甲因全家的人听。迄暝看见的人带保罗甲西拉出去洗空喙，然后伊甲伊的全家拢随时受洗礼。伊带因入伫伊的厝，准备物件互因食。伊甲全家拢大欢喜，因为因已经信上帝。35节，加早起，保罗的官长喊警官来讲，甲迄2人放出去。各家的人将这个事甲保罗讲，官长有交代要放恁出去，恁会当出去平安离开。毋过保罗对警官讲：阮是罗马公民，无受审问就伫证人的面前用棍仔甲阮讲，搁甲阮关伫落家。即阵恁检会当静静，互阮将阮赶出去无？袂得着，毋通叫保罗叫罗马的官长亲身来带阮出去。警官将这个事对罗马的官长报告，因一个听到保罗甲西拉是罗马公民，就真惊吓来家呢劝因，带因出去，请因离开迄个城。保罗甲西拉离开监角，就去路底亚因兜，甲信徒见因，甲因鼓励了以后，甲离开。以上，这是要请本堂叶牧师来讲道。伊咧讲的题目是爱而乐。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的儿女是你所设立的宝座，帮助阮知影按照你的属性甲心意来学乐，无论伫顺境逆境，阮拢做伙来学乐，就经历上帝你奇妙的作为，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咱的人生有侪侪遮困境，伫无共款的情形中间，你是毋是也学乐会出来，也唱歌会出来？面对亲人的死失，面对着遐无顺事，面对着病痛，你敢无法度学乐？伫最近的汉光演习的有演，咱知影讲，遮个海陆因伫遐个操演的中间，有一只树灵船去互大鹰甲拍者，怎啊变过吼？
伫咧变化中间，咱知影有3位吼，3、4位因伫迄中间有2位已经过身吼，已经离开世间。另外一位伊是排湾族的即个勇士。我伫网络咧看，听讲即个是基督徒啦吼，即摆还搁咧抢救，有一寡进步，所以伊的即个台湾，伊即个山地门，伊即个同胞，即个教会，兄弟姊妹，做伙咧为着即个叫阿玛勒阿玛勒吼，即位少年家伊有4个囡仔，吼，伫咧中间，逐个拢咧替祈祷咧祝福，希望会当脱离伫即个困境，所以。透过安尼嘛，互咱知影讲，基督徒会拄着即个困境啊，袂会拄着困境。伫即困境中间较要紧，有啥物款的气力会当帮助你去面对你所拄着的困难。所以伫遮咱看透过即个大影，可能互人并存，会互人敢才失去伊理想的学校。7月7、8高中放榜。有的人伊有心内志愿，总是听讲话考了无介好，不如意。都是伫这过程中间，囡仔是毋是会失志？一边的失败是毋是代表永远的失败？其实牧师会当徛伫遮，我国中我嘛有读过国士班，你们国士班听过无？毋是博士班啊，不是留级啦。是考无调，去补习班读国士班安尼吼，所以我无留级啦吼。伫迄中间，你看用1年的时间伫遐，好伫补习班读吼。当然，迄个时段，我的心嘛会感觉足失志的吼。考无着好的学校，所以着爱开钱吼，开老爸老母的钱，搁去补习班，搁伫遐补习1年吼。不过我咧想讲，若无迄年的过程，然后来考着这两间学校啦吼，高雄海专也是要高雄高工。伫迄个选择的中间吼，后来我选择啥？高雄高工。哦，你捌听过番沙无？番沙伫遐就是去高中伫遐逐礼拜拢耍土耍沙，哦，耍的吼，搁用迄个铁水吼、生仔水，也是迄个运的水，甲倒落做模吼，有模甲做一个成品。比如讲，我要做一个营印，我会先用沙用上下模安尼吼，伫遐内底模刻起来空心，即马将生仔水、铁即个阿鲁米的水甲灌落，了甲敲开，才有一个成品。所以高中我拢咧耍沙安尼吼，总是无拍算讲上帝互我伫经过几十年的以后，上帝透过我伫安怎，伫塑造咱的兄弟的信仰，伫帮助吼。我想有当时即个少年家因感觉我着无诚做武林高手吼，就武林高中嘛吼，也是讲啥物好的学校志愿，是毋是会失志？也是讲咱伫迄个经济上，哇，即回投资毋对了济啊吼。你是毋是总一时伫遮失志你无法度面对你头前的道路，有的人就是安尼选择来结束家己的生命。今仔日咱看见咱人生嘛，充满有侪即个挑战困难，即个死无、失败、困境，拢伫咱的四周围，好亲像好西伫遐咧等咱共款。所以人生的意义的变化，起起落落，对你我来讲有啥物款的提醒啊无？当迄个困难来时，今仔日的圣经内底嘛要帮助咱讲，我要哪去面对？我面对我人生的起起落落，检测暂时的失败，我要怎伫遐来面对吼？所以不如意的事有10有8、9是拢是无好的不如意的。伫迄个困境不如意的中间，我会通继续行落去无？我会通继续去面对无？今仔咱看即段的圣经，伫顶礼拜咱所讲的保罗甲西拉，因来到伫迄个基督的所在，有一个福音人，伊是做知识的
布箱。伊检测接触的是上流的世界，总是伊欠缺一项，就是心灵的世界甲顶面有即款的连接。所以因为保罗伊伫遐来讲起即个信仰了后，伊真诚心讲：你若掠做我真正信主，你来到伫阮兜。所以即个路底亚就伫遮来接待保罗甲西拉，全家得救。我相信伊接触的人。相关的人真侪，因为即个福音人伫遮来得救。总是咱看见讲故事继续落的时阵，有一个受困住、受束缚，互即个邪灵限制，即个女婢即个奴才，福音人的奴才。咱看一个是伊有接触到即个信仰，改变伊性命；另外一个是安怎？伊真做人趁钱的工具。所以这福音人伊伫遐大发，讲只管上帝罗卜因咧传得救的道理。安尼听起来感觉袂歹啊，对毋对？总是如果因若毋是犹太人，伊咧讲的迄只管上帝罗卜是咧指咒师啦、咒师迄种咒师魔鬼嘛知影上帝的道路，总是伊无要顺趁啦。所以伊伫遐讲只管上帝罗卜，只管上帝罗卜。若讲牧师伫遮咧讲道外口一个人一直发，你会感觉安怎？我嘛感觉足差的迄个招待人紧去甲处理一下，安尼好毋好？所以保罗挡袂牢做亚仙那种，我奉耶稣的名伊挡袂牢，毋是即个查某囡仔，即个福音人，伊挡袂牢是内底迄个邪灵伫遐使用人，伫遐束缚人用人伫遐咧替伊的主人伫遐来趁钱所以保罗伊用伊上帝予伊的权柄伫遐来赶走遮个邪灵出去，讲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伫遮咧教咱安怎？你咧祈祷的时候，你知影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就是上帝要拯救，上帝要帮咱。所以当咱奉耶稣的名，你也知影讲，伫地要亲像伫天里，迄个天顶的气力就落来。所以咱知影讲邪灵惊啥物？邪灵惊耶稣的权柄，惊耶稣的名。所以当你感觉看见囡仔，有人咧分享讲囡仔安尼着惊半暝哭袂停你着知影讲安怎用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命令困縛着惊的灵离开。你会家己去经历。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个查某囝伊是受后壁一个邪灵的势力伫遮来控制，所以伊伫遐黑白化。所以即个邪灵伫希腊文内底，伊是咧讲一个大只的蛇、巨蟒大只的蛇。相关的意思就讲，透过即个伫遐咧来做占卜。所以有当时我要提醒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检测过去，咱伫无共的信仰内底，你会追求讲啦，抽灵签安怎卜下卦看我头前的运势命运要安怎然后你才会通遵即款的方式去做所以透过即个邪灵伫遮控制即个福音人，诚做奴才，互伊的即个主人圣经讲主人们就讲有真侪人会控制伊，然后伫遮来趁钱。一个福音人是因为上帝的救恩，互伊全家信主投放。总是即个福音人是伊互邪灵伫遮来控制掉，来替别人安怎？一个是替家己伫领受财物，一个是替别人替人趁钱，所以差别伫遮。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保罗伊赶出即个邪灵对即个福音人的身上喙了，咱应该欢喜讲，即个人伊受到黑暗的关系，伫遐在困住、束缚、无自由嘛，所以变成做人别人趁钱的工具。总是如果咱也徛伫咱的眼光，应该欢喜嘛。总是伊的啥物人无欢喜，伊即个背后的主人所以就伫遮来控告伊去官府来告保罗甲西拉。讲遮个人犹太人来扰乱咱的城市，内底有一条律法，就讲遮罗马人你袂使凊彩甲传福音罗马人禁止去相信异教的一寡遮的信仰，所以因为安尼因掠即条
到官府伫遮来控告保罗甲西拉，所以结果是安怎啊？赶遮个邪灵出去咧，总是咱看见啥物啊？背后是动人的财路啦，哦。当然，互人得到透望，总是动人的财路。遮个主人，伊就起来伫遮来要伫遮来对付保罗甲西拉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透过即个邪灵对付因人的喙中，互咱知影讲，因咧传的是上帝要互人得救的真理。总是有真侪人也无认捌，因看到的是利益，看到的是外口的物质。第二，咱有看讲应该行圣业，进前伫路斯德、罗斯德所展现的遮个圣业，遮祭司来挂火牵牛，要甲因当作神明，总是因拒绝，后来去互人用石头钉会记咧。应该你若接受检测行圣业是带套房，总是伊伫遮行圣业则带牢房啦。带迄个家甲个家牢内底吼，所以伫遮差别就是安那。咱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吼，检采伫遐受关押，搁受固守，因为官府感觉讲，哇，即两个人吼是有官柄的咯，会通若像咧变魔术安尼哦，搁会通赶走遮个邪灵，因看在眼内，所以安怎，甲关伫内家内底。搁较内底，因若要走吼，插身嘛安怎难飞啦，对无吼？飞袂去啦，骹手铐拢甲铐掉，看你搁外交。我相信因加减嘛听过讲，这使徒所做，彼得，你看伊嘛是因为安尼捌关伫内底，彼得嘛有道学，毋是道学啊，去互天使甲救走的迄款的经验。所以你看因官府拢派重兵来固守，总是关袂掉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两个检采风声讲，因有即款的关联，会通那像变魔术、行圣业技术，所以严加伫遮安怎甲固守，哇！所以伫遮免怎互人会通伫遮得到自由，这是咱面对即个困境内底所爱学习的吼。有一个查某囡仔，伊伫家己老爸倒。讲老爸我活袂落啊，足侪困难，老爸是做总铺啦吼，咱遮有做总铺的无？有啦吼，天星遐做总铺对无？然后伊就带伊去厨房，来用3个碗洗碗吼，拢滴水，伊就摕3项物件，一项是红菜头，一个是鸡卵，一个是一包咖啡粉。后来，伊就讲，咱若人生拄着困境的时阵，有当时你感觉亲像即个红菜头，你本来足坚强，水甲煮落，红菜头变安怎？软落，软弱啦。有当时咱拄着即个困境的人生就是安尼，咱看即个鸡卵呢，足脆弱对无？一甲弹落倒，两结过山对无？俗语讲啥？看破啦，对吧？安尼都讲，两鸡卵结过山咯，我弹过哦，看啥？薄一个破安尼啦，就是那像无毋忙哦。所以水甲煮落安怎？变定的对无？有当时咱拄着这个困境甲咱操练甲啥？心无疼咯。我足坚强，但是我的心冷冰冰啦。第三个碗甲倒这个咖啡粉倒落甲扬落，啉落安怎？爱啉咖啡的无？啉落哇！即杯偌好诶，总是即杯对我来讲我甲咖啡的关系较无好啦较无咧啉咖啡总是若对爱啉咖啡的人啉落安怎？即杯啉落偌好，你敢知？怎啊提神起来安尼？有精神起来啦所以敢若互你得到自由嘛？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即个信用好处是讲，你拄着即个困境的时阵你的手机撳开落来好，所以拄着困境的时阵，你是毋是亲像即个咖啡粉，互你的心会通伫遮，感觉足舒爽，足得到自由的。娱乐就是互咱伫咧困境的中间，好亲像即个咖啡粉相关，互你会通安怎？哇，感觉虽然伫迄个小可有苦对吧？较早
阮伫迄庄卡来到伫台北，食早顿的时阵，人准备一杯咖啡。迄个时阵咖啡是足贵的对无？差不多我国中的时阵啊，国中的时阵，安尼几十年啊吼。所以伫迄中我感觉，哇，这个咖啡哪会遐苦啦？若对会晓啉的讲，哦，这个咖啡哪会遐好，对无？无共款的看法，会通互咱心性的得到自由，还是你受到捆绑？第三，咱看讲来对这个角度来看哦，伊对伊人生的困境是啥？凡人得走，我一声稳死的啦。哦，照因的律例，你若看了无好，互凡人得走吼，你注定爱死，你就爱安怎受刑罚。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当伊想要家己自杀的时阵，保罗讲稍等的，稍等的，阮还阁伫遮，阮拢拼无走的安尼。所以伫迄过程中，咱看伊讲，对保罗伊传福音，角足听到，总是伊的困境是啥物？先生啊，我要安怎做啊？我所面对的，检测我伫我的生活中间有困境，所以伊行袂落啊，伊就想要家己用家方法来来结束伊家己的这个活命。总是伊无想到讲，伊若安尼做，伊的家庭、伊的亲人会安怎？无遐个想法啦。所以当时咱面对困境的时阵，检测咱会选择迄个，我刷刷去啊。但是这个新闻帮助咱，你要看保罗及时伫遐来阻止讲，小等的，阮还阁伫遐，伊就是伫遐开始有一个经历回应讲，若安尼我要安怎做，才会通得到救？因为我固守无好，监角的门哦，因为因伫遐学老骹扣手扣拢伫遐脱离，然后监角的门拢拍开，伊讲啦，所以伊毋知影要怎面对，所以伊只有。伫遮来寻求即个帮助，所以伫遮咱看讲，即位信仰的上帝要安怎互人有毋茫？所以保罗伊伫遐拼无走，所以伊讲小等的，你也无绝望啦。即位查某囡仔叫做黄莹，迎接的迎吼，伊伫5岁时阵，伊就发觉讲，伊即个肌肉吼，即个肉会萎缩啦。萎缩中间，伊无法度甲同年龄的囡仔相关讲伫外口走跳安尼佚佗。所以伫7岁时，伊努力，伊毋茫讲，我看爬起来袂安尼啦吼。所以甲个囡仔会通共款佚佗，总是无法度一爬起来就跋倒。因老爸带伊4个月安尼吼，考倒医生，然后咧遮拜遐拜吼。最后拄着一个真高端的师傅啦。甲讲哦，你跋杯跋看卖啊！你若想杯看几遍，伊跋杯1、2、3、4、5遍。安尼你吼7岁5年以后吼，你的病就会好。哇！即个查某囡仔伊的心内充满真侪只个毋望，所以一直等，一直等的。一个方面，伊嘛一直咧学习，虽然伊无法度去学校学册，伊家己自学，伊家己伫遐家己咧学习咯吼。所以伫遐，咱看伊阵有一个毋望，到伫5年后，伊12岁时，时间到啊，总是伊的身躯哪会无好啊？所以伊就对所有的信仰伫遮来失望，伊失志。伊的阿舅是住伫澳洲信主的，所以常常知影讲这查某囡仔伊心境。寄一寡只熟练的册，然后透过安尼分享沟通，搁替祈祷祝伊，慢慢伊开始伫遮咧追求咧学习。伫2008年，伊伫遐受洗，伫澳洲受洗，成做一个基督徒。伊伫伊见证咧分享中间，伊讲我几摆足侪遍，我拢想要自杀，拢想要结束我的生命。伊去Google，伊10手的人Google讲，即个病是啥物款的病？伊讲绝症、绝症，伊绝望，伊无毋望。总是当伊信主了，这信仰帮助伊，互伊伫咧困境内底，伊会通去做伫遐起来学习。所以伊伫2年的中间，伊开时间去学英文。咱知影即摆有真侪，你若要学英文，透过网络对无？视讯。迄个线上的一个英文的学习，
伊家己学2年，然后去应征即个工作，结果遐个英文科系毕业的吼，拢输伊啦，伊怎啊考掉？因为即个头路爱去讲伫教室遐教无，毋免，伊怎啊坐伫伊的桌仔内头前吼，伫遐用迄个视讯吼，用网络安尼去教学生啦。伊家己吼，伫迄个2年的学习中间，伊正做一个英文的老师，伫线上会通教学生，会通家己安怎趁钱饲家己。所以咱看讲，这信仰帮助互伊本来是绝望，成做一个有五望的。伫即个学术的顶面，咱也看伊讲，伊失望，总是保罗伊将即个得救的道理传互伊，帮助伊。我着安怎做才会通得到救？所以甲伊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互伊了解。所以有当时，咱就将咱的困境甲放大，咱伫迄个困难中间。甲讲愈来愈大，愈来愈大，你都毋知影。我讲这真正一般人无法度解决啦，无法度解决。所以咱会当，咱常常伫困境内底，甲迄个困难甲放大，甲上帝安怎缩小。你袂记讲，即位上帝是万有全能的上帝。总是这信仰一入去，互即个查某囡仔伊看见啥？看见上帝的权能，也缩小伊对伊身躯的即款的病痛的困境。所以有当时咱看透过学乐祈祷感谢，互咱看见即个困境会通愈来愈细。总是看见原来即位上帝伊无所不能、全能的上帝会通帮助。伊面对本来是死刑，总是因为保罗的缘故，然后将即个得救的道理传互伊。原本伫属灵的生命是永远死，总是因为伊伫遐看见上帝权能，所以互伊有永远的活命道路。亲像昨咱伫遮举办这黄素丽姊妹伊的个别礼拜，因为伊一人的信主伊得到即个永远的救恩。早起当然甲小弟去摕一寡奉献信，伫讲。即个姊妹老姊妹，伊90岁上帝煞世间的劳苦，伊拢准备好啊。牧师偌济红包啦教会偌济圣歌队偌济，当然咱教会牧师嘛无咧收这，拢规奉献伫教会安尼啦你啊看伊伫伊野外地神已经拢将伊所有要行的以后，伊拢准备好势咧。讲上帝真理，互人得到自由，袂惊吓，然后安怎会通知影讲以后伊要安怎做，无互遮个囝儿4岁安尼毋知要安怎。有个人，我常常咧做遮个丧葬的协调的时阵会恁是大人伊爱吟的诗歌对手知。如果我鼓励咱兄弟姊妹，你若爱吟的，你甲写下，看几首拢袂要紧到时阮会选安尼所以伫遮你若先想，家己先写一寡遮个以后的计划，检测有真侪遮个家属会感觉真真侪麻烦嘛较知影按照你的心意。所以妈妈嘛是做爱讲，倒转来教会，所以遮个家属虽然无信主，总是安怎？总是会通遵照妈妈的即款的交代所以昨互规个遮个礼拜，我想咱感受着上帝听阿姑啦阿姑阿金因有信主所以你通看对顶礼拜一直伫遮来对原念起来陪伴到呾上帝听互咱的心开阔，会通看见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救恩所以伫遮咱有看见保罗甲西拉，因为伊关心听即个乐章，所以互安怎？互即个乐章伊有机会伫遮讲，安尼我要安怎做啦，才会通得到救。所以保罗西拉因就传即个得救的道理，互即个人伊暂时无家己结果家己的性命，然后伊追求讲，我要安怎做，哪会当搁较好？第二，咱来看讲属灵的恩赐，一切拢是对上帝来。然后保罗、彼得，这使徒因安怎伫遐展现出上帝的权能？
唱歌学乐，伫迄个困境，互人拍到半小时，你还有法度伫遐学乐啊无？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还有法度学乐啊无？有当时拄啊第一场哦，咱咧唱学乐的诗歌，啊我讲的时候讲，啊你看卖啊，我伫下面咧看顶悬咧唱的人，咱咧学乐吼，啊学乐的时阵，迄面是啥物面？是7:25，还是10:10？是苦瓜面的，还是苹果面的？这会影响着。特别我咧提醒讲，啊，咱来带学乐敬拜神哦。啊，你若苦瓜面的，啊，下骹人唱甲愈来愈安怎？愈苦瓜安尼对毋对？啊，你若苹果面的是愈唱愈安怎？愈欢喜啊！唱学乐的诗歌，毋是唱口调啊。保罗甲西拉因伫加甲咧唱啥？去互拍甲半小时，骹口手口拢扣掉的，走袂去。因搁唱啥？学乐的诗歌。我想你若愈学乐，就愈有快乐。啊，你著咧艰苦啊，扣掉搁哪唱安怎？哪悲惨，是毋是？所以真侪只流行歌哪唱哪悲哀，哪唱哪悲哀，对无？烧酒一杯搁啉吼，粉一支搁点落安尼，对无？总是这学乐诗歌，互咱愈唱愈啊，感谢主。伫上帝无恶情的事，帮助咱会当搁较安怎有快乐。所以我鼓励咱的敬拜团哦，我承认我嘛是来讲啦啥物会通互你欢喜啊，所以咱伫带诗歌时，你爱先学乐爱欢喜啊，会众咱会对你欢喜，啊无看你安尼爱苦瓜面，伊嘛对你苦瓜面啊，对无？所以伫遮咱保罗西拉因咧学乐的时，正受烦恼有啥？有咧听无？有咧听。这是靠调还是学乐的诗歌？啊，学乐的诗歌，唱了的时阵啊，哪像咧大地动哦，家家的门拢开，骹口手链，逐个拢伫遐放乐。意思就讲，即个学乐的诗歌会帮助人讨放。我若咧准备这个信息的时阵哦，讲道哦，我伫电脑头前，我有先测啥？先测这学乐的诗歌。一方面咧准备，一方面放这学乐的诗歌，你看遐源源不断的这启示就入来，你知无？所以当你咧痛苦的时，你咧失志的时阵哦，学乐的诗歌，即马手机啊做方便嘛 ，YouTube 做方便啊，你也拍赞美之泉，对无？学乐的诗歌就作者出来，啊，你选的较学乐较有迄个吼，伫遐来宣告，必定嘛是相款，逐个伫替伊祈祷、伫祝福的时阵吼，天使就带伊。出家落来问，啊！你姊妹，上帝互你咧担，检在是你会通担会起的吼。所以担愈重的时，愈爱安怎？甲你的边讲，担愈重愈爱学乐。啊！你若愈嗨嗨惨就愈重，安尼知吼？所以耶稣讲来你劳苦担重来就跟我咧要互恁得到安息哦。所以愈重担愈爱学乐，啊上戆的就是安怎？你愈埋怨吼，你愈陷入伫迄个内面，愈不平愈心内愈毋愿吼，你安怎？愈害愈受困迫。这以色列百姓就是安尼，出埃及到伫迄个旷野，人无爱互因路爱互因过安怎？伫遐埋怨，上帝你带阮来遮要死哦，摩西你带阮来遮要死哦，埋怨了安怎？抓倒来愈惨对无？当因愿意伫遮悔改，主啊，阮知影我毋对摩西纠正，然后咧，因得到医治。所以学乐，互咱会通安怎赢过即个困境所以学乐会当互超一切上帝甲咱三甲同在。所以兄弟姊妹，当学乐的过程中间，互保罗伊有智慧，看见即个机会。伊有迄个身份，罗马公民，有真侪要做官的人，因无罗马公民的身份，因爱开钱，用想办法去买即个身份，然后成做罗马公民。所以罗马公民，你袂使凊彩家己做私刑，你甲抓来甲乌白拍，你就害啊，你就惨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保罗人要放因喙讲无爱，你叫迄个。大粒的来，你叫迄官来，我罗马公民
你还袂甲审判，你是安怎甲拍？哦，伊挡到尾仔，为着后面缘故，互以后这信徒好做代志。所以上帝互伊看见这个机会，用这个资源。上帝互咱身上有真侪这个资源，你是毋是通好好啊伫遐来运用？姊妹，愿主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有智慧。上帝互你有最这个资源，你安怎运用？保罗就是安尼，然后伊这个官长就乖乖安怎伫遐来甲会实体，然后最后放因离开，伊搁倒转去家己路底下这个家庭吼。兄弟姊妹，咱看伊讲，上帝的管念不但互咱伫迄个困境的中间会通赢过，会当知影安怎面对恶出。咱看见保罗、西拉，因无共款的即款的心态，无共款的信仰，总是因为这个信仰的介入，互即个恶出。圣经讲伊的全家过来咧，可能伊所接触的这些朋友哦，圣经都有注意听无，注意看无。伊所接触相关的人，真侪人因为安尼来信耶稣，来得到这个救恩。兄弟姊妹，爱学老就互咱有新的眼光，看见新的希望，有新的眼光，看见一条新的出路，互你袂受到人生这个苦境的限制。所以最后的关键的决定，改变这个恶出，引导甲伊所接触的人命运，伊甲伊的全家拢得到救。所以因为伊听真理，听保罗所甲伊讲的，路底下因全家，咱看这个恶出，伊的全家拢伫遐来得到救。今仔日你若要改变你的命运，耶稣就是咱改变命运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因为你的信靠、随承认、心相信，互你的甲你的全家会通得到救。我相信所有姊妹、所有姊妹，伊嘛真意爱伊的这个囝儿逝世，会通互上帝来惜，会通互上帝来听。有一天才会通伫天顶搁再相见面。所以这个信心最要紧的吼，毋是用钱买，毋是亲像遐个主人，伊用这个关系伫遮来控制，互人为因来趁钱。这个信仰是帮助你，互你会通家己去甲这位富有的上帝连结，互上帝供应，互上帝同在甲你伫地。所以最后咱看讲，当透过这学老，上帝互这个家庭全家信主，互伊所接触的人会通得到活命。所以上帝想事透过学老，互人看见新的机会，新的一个生命。上帝，伊会通伫遮来亲近。兄姊妹，我邀请咱，你要安怎互耶稣伫你的生命内底，成做你的生命的帮助的快乐。第二，学老嘛要互咱的生命伫迄个检查拄着困境无满足的时，你袂去着达，你袂去失足。就是讲，你会通检查伫迄个无顺序的时，我拄仔咧讲。我若感觉建设读国师班，我可能就无读新啊院，我可能就无今仔日徛伫这个所在，甲大家相交分享。所以上帝伫每一个环境内面，每一步检测伊拢有伊好的意思，好亲像约瑟，伊互伊的兄哥卖，总是伫迄个过程中间，伊最后伊看见上帝互伊做埃及的宰相。咱检测有当时无法度看遐远，总是伫迄个困境，你学老，上帝就是为你备办一条出路。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咱来学老，互上帝平安，互上帝祝福伫咱的内底。上帝赐平安的力量，可使我起的咱勇敢，将在咱挂里归，稳定的人我开，为着咱徛起美丽的所在。来，对头过来，对头过来。上帝赐平安的力量，可使我起的咱勇敢，
你的所在。将福气赐咱，将咱带离开其他，莫为世行事，咱都安宁过。我怀念主上帝，我要上赞阿罗尼，过去的岁月，你拢得作伴。感谢你赐平安，感谢你赐福气，因带我勇敢向前行。我上帝问题，我充满我心里，给阮天命天使，甲阮当恶路，我怀念主上帝，我要上赞阿罗尼，将来的岁月，我永远对你。感谢你赐平安，感谢你赐福气，因带我勇敢向前行。做回来，学落来。阮上帝，阮地，阮充满阮心意，给阮天命天使，甲阮当恶路。我怀念主上帝，我要上赞阿罗尼，将来的岁月，我永远对你。感谢你赐平安，感谢你赐福气，因带我勇敢向前行。咱做来祈祷。主你无应允天色，拢是青，减彩有黑暗。你无应允阮的行搭拢是顺境，减彩有逆境。总是主你应允，你甲阮三个同在。以马内利的主就是甲阮三个同在的上帝。你要将好的消息传予阮，将永远的救恩赏赐阮。总是有当时，阮面对着人生的困境，阮失落软弱，离开，阮毋捌你。主你悠然吞忍，用各样的机会，互阮会通得认捌。愿主赐阮透过无共款的环境甲机会，互人看见，当阮拍开心门，就通看见迄个永远的救恩，上帝你的恩典。愿主赐阮，愿每一个人拢诚做得到上帝你的救恩，也会通亲像保罗甲西拉分享你的救恩的人。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对奉献未清楚，可以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在我里，在你老眼高，这是是给你的劳动，归
感谢你，搁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来到伫主你的教会伫遮，阮真正满心来感谢，求阮若真正要用学乐的心，来面对阮的生活，互阮会当赢过一切的困境，会当互阮真正得到自由，会当互阮得到安慰，也有感动的心来面对阮的生活，也透过学乐，互阮得到力量来面对阮的信仰，来面对阮的生活。阮即时奉献阮的金钱、财物、甲时间来奉献主的路用，求主你来感纳。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的名来求，阿门。非常感谢，是要请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要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兄弟。头一位是范先营，咱先范先荣。在后面，在后面。站着就好，站着就好哦，好，来，欢迎你哈，欢迎你，愿上帝赐福。第二，咱这林绿保和姊妹哈，林绿保姊妹来，咱甲欢迎哦。好杨家金。这秀娥这囝儿，先离开啦吼，感谢主吼，伊伫咧为因囝祈祷吼，请坐。好咱也感谢上帝吼，伫昨所有姊妹伊所有的个别的事，看见上帝恩典，拢真顺遂。这个家属特别阿舅啦吼，迄落素丽子的小弟甲弟妇啊甲因遮的囝儿囝儿孙伫遮，搁一遍甲咱说多谢，请坐吼，愿上帝祝福。我相信素丽姊妹伊上期待就是即个永远福气，会通伫因的家族世世代代，大家拢安怎，无一个是失落的吼。愿上帝来说，咱也为着即个家庭祝福，继续来祝福。愿上帝祝福伫即个家庭。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吼。周报的消息，咱伫7月26下昼1点，苏康义教授要召开中执会，请咱的中执同工吼，伫7月24各部门提出报告。咱就报告伫今仔日下昼1点，要伫5抗议会议室召开咱55周年吼，咱设教55周年庆典的即个筹备会，请咱的牧者团队、各部部长，阁有咱的各牧区的区长相关的人员，请咱会通准时伫遐来筹备。7月20到25吼，咱开始有这儿童的夏令营，嘛有这个50位的志工，所以咱需要有征求爱餐中昼这囡仔咧食饭，这个服务的同工相关的人员，你若有感动，你会通甲咱的短荣执事伫遮来报名，也是到伫1楼的公报栏伫遮来登记。咱前一摆，咱看若有新来到伫教会吼，头一个就是有遮个关怀同工，然后做名牌等等遮，即个部分就是讲，咱了解讲伊新来，然后甲做名牌，会通好方便牧师介绍，继续关怀，有遮个需要遮个同工吼，所以你若有遮个感动，你嘛会通伫1楼的公报栏来登记，也是甲张玉将如执事伫遮来报名。咱伫7月17到18有遮个青年同工的训练，阁有7月19，遮个少年也要伫礼拜中间牧师来做查恳，伫遮查恳的礼拜，因就会
到入来伫教会准备20号的一个夏令营。所以你也想看嘛，咱即马坐椅足重吼。这少年的拢爱想办法，拢穿空安尼吼，搬去下骹搬去地吼，就是要为着要服侍遮个囡仔吼，所以咱伫遮来祝福因伫你的祈祷内底为因来祈祷。咱的生日助学金嘛开始咧申请吼，申请到伫9月20，然后咱的主题符合着即个助学金的条件，奖学金这吼。咱助学金会通对咱的委员会伫遮申请，将文件交互语文干事吼。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吼，请咱家己来看。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金句，读2遍金句，做伙来。若是半暝保罗西拉祈祷，吟诗学乐上帝，关伫家里的人也注意伫听。忽然地大动，地到家的地基拢摇动，车的门也连闭拢开，众人的刑具一尽落，使徒行传16章20。搁一遍。若是半暝，保罗西拉祈祷，吟诗学乐上帝，关伫家里的人要注意伫听。忽然地大动，地到家的地基拢摇动，车的门也连闭拢开，众人的刑具一尽落。使徒行传16章25到26节。就是请咱来吟祝福的诗歌401首，请咱起立，今日山尾请伊牧师来祝祷。全能主上帝，不修饰好言不对，让人完全平安，健康心勇敢度万难。永修的眼目前，完全能主上帝，不修饰好眼目地。请咱做伙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赢过黑暗关系关联，充满保护，互恁会通赢过恁所拄着的艰难。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疼来引带阮，互阮无论伫顺境逆境，犹原欢喜学乐吟诗。主圣神感动阮的心，亲像你安尼感动迄个乐卒，全家信主也感动阮。不但家己领受恩典，也通煞成做众人得救的管道，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请坐，请咱别倒。
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来祝福咱啊！愿恁一礼拜中，咱充满上帝平安甲福气，安彼此来请安。